无要紧，嘿，来，大家好就好，来，好，就安尼来。庄先生好。嘿，朱启林，庄先生好，大家好。嘿，大家好就好，好，较简单就好，来，好来，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咪啊。我是桂香。真欢喜今日会当来遮搭水果安尼。唱三波。阮即个播歌，就是要留念即个较早60岁以上即个人，较早的人真辛苦。伊较早就是吼，无即个电视，无即个录音机，较早拢30工做30工，天光拍谱就去做，做到暗昏才转来。食饱就是蹛门口埕讲故事啦、放线啦、搭水果啦。阮即摆就是要来甲流传遮个古早遮个人的故事来。好，头一条要唱啥货？阮即摆首先先唱一条《收花》。收花，来，互我请鼓励。啊，你无做观众，小拍谱啊。梅烧酒袂来去，来到山民的社区，社区的人真欢喜，大家欢喜笑眯眯，西边啊一丛啊，迄丛嘛是啊有影囝，都爱摇地摇，水面开花来白泡泡啊，嘿嘿啊，无等啊你来开花嘛人看无。红蝶穿叶来遐蝶好啊，嘿嘿啊！园边啊，你来迄丛嘛用啊绕土，干嘛有啊影用啊绕土，园边迄丛用了啊土。花来向东，向啊倒向日，红木草来开，花落开花嘛对海东啊，今仔日来开花，那路分轮转，山地来开。花落开花嘛芳过轮啊，阮一蕊好花啊，了一心；三蕊来红花啊，了一拉金啊。人阮来看着，搁来嘛甘慢啊。含起来含叶啊，才来钓来呀金啊，是分啊你来无等啊，在是为了伊呀，无风啊你来无摇嘛花。三更冬啊落水啊，冬落花心嘛花照开啊，花心啊花照开啊。咱哪第一条？才要去你台顶较紧，来，过来这边。
准备。家人过过18里，现在我要念歌诗。大声话念是较客气，亲像严家的学题。哇，袂歹呢，是安敢若亲像严家的学题啦吼，啊严家的叫安尼。袂晓唱啊，遮尔客气讲，敢若亲像严家的学题吼，袂歹。阿美爷来顶请咯。我唔知要。哦，毋知要创啥，就水金开花，甲唱咧好。来，水金开花，白菜菜哦哦，叶头免字啊。水金开花是白菜菜哦。月头开花是等落来哦。讲着唱歌是阮上爱哦，早起无食是专工来哦。哇，要发倒落来哦，安尼唔通啦。一边看伊，迄边论哦，看着阿娘仔是红水炖哦。阳暗想要来甲伊困咯，毋过惊因翁转来顺咯。梅啊梅啊安尼，水啊水啊。三面守望相助队，来。民间力量大发挥，守护家园无漏气，望咱的社区搁较水。来，刷落来要小解，阿美姨啊，阿合姨啊，因两个来甲咱对补一段吼，来，大声鼓励一下。来，阿合姨啊，你先请。爱字紧，来，好，我紧，莫紧张吼。哪有咧写？好，好，我紧。做你来。你比那也有一个，来，你比划，你自己对差。欢迎欢迎。大家好，内底坐，内底坐。嘿，咱坐甲迄边，嘿，咱表演的坐甲迄边，好无？来，坐过来迄边。念你起哩吼，你点关下去，咱坐到我这边。来，内底坐，人客就爱坐，免收钱，免客气。来，这边坐。这里，老师好，欢迎欢迎。哦，今仔真冷哈。啊，还好啦，刚看凉。哦，不离大阵哦。以后毋知有够济无？无，惊做爱徛，一行5、6名，无行袂出名。你好，老师好。头前免惊吼，好位就甲坐吼。欢迎欢迎，真诶感谢吼。
谢谢。来，大家欢迎来到这个所在吼。啊。咁咪定咯，會唔會聽㗎？方便要不要線上？不用線上。好，我来帮伊电通一下吼。啊，拄则空气想讲，互伊走一下。咱社区人大厦吼全人才，真欢迎恁今仔来到阮这个好所在。咱坐后壁坐，咱再来开始吼。感谢吼，你安尼甲我念影，我会紧张皮皮出吼。念伊讲话说大气，安尼要安怎？哦，无要紧哦，心中卜一个，安尼一直卜彩吼。来，欢迎，后壁的内底坐。好。要我那个。庄老师哈，还有我们三民社区的2位耆老，你会不会找的？加坐你头前面嘛是，嘿，有一包。我你头顶管坐嘛，我这样。嘿，可以啊。会使。还有我们宜兰科技大学的校长来了。之前。你讲了。哦，我想你另外。我们同学哈，大家好，今天咱这个活动压轴，想讲压轴说最后的卖点就是让各位欣赏咱宜兰种传统的艺术，就是小火歌。这小火歌哈，几乎都是7个字哈，一句话就7句连啊，都是随机哈。就吟唱出来，这一些耆老有没有读过书，我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有没有读书，没有读，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能够这样随口朗朗而诵，真的是很不简单。你那个讲，你个国文老师啊，什么唐诗300首，爱你背啦，安怎来的？到时候能够引上来，是不容易的。所以，咱今天这个活动呢，对，我是特别来拜托庄老师来安排了这一段那跟乔记是最后的压轴休闲咱们拜托副校长来给带入瓜尾下就请我们那个庄老师来主持，好不好？好，定好。台湾老师高农庄老师跟咱三民家的阿姨阿伯麻烦您辛苦了以及咱所有这同学我这个活动有意义真精彩。虽然落这个湿燥冷冷这雨但是我看咱伫个文化中心同齐来嘛，差不多这大阵来到这我下底已经答应，嘛是搁这大阵。可见咱办这个秋天的演出非常会当吸引人。哪怕这种天气，哪怕这样冬冬咱游玩咱做伙来安尼行。我想利用这个要开演之前甲大家分享一下我家己一丝丝的感受啦如果有当时咱的乡土教育也好，还是咱的其他的教育，还是咱的其他的迄个课本安尼伫现安尼伫看的时阵总是迄个文字，我感觉迄个文字伫读，当然有一个概念伫个对宜兰规个开发的过程基本的乡土的知识是有的。不过呢，透过咱的老师，透过咱的同学安尼同齐实地安尼去甲伊解说，同齐去甲伊看安尼迄个感受比看册搁丰沛搁较深刻。感觉
作为一个生活伫遮，吼，啊嘛伫遮工课的一个宜兰人啊吼，会当安尼甲遮侪好朋友去熟悉讲咱这个土地甲咱的人民是安怎开发过来，安怎生活过来，哦，迄种感受啊，甲土地、甲文化，迄种的连结感啊，我讲哇，有一种甜甜的幸福啊！ 吼，啊，我感觉这是今仔日我感觉真好的一个所在。啊，拄啊，陈老师啊，一开始啊，就讲啊，咱学校啊，吼，宜兰社会大学啊，去举办这个演出啊，是咱学校一个真无共款的特色。啊，也期待不单讲秋天啊，吼，秋天吼有秋天的演出，期待讲吼未来啊，吼，咱春天吼，天气也真好的时阵，咱嘛有通来这个春天的演出。 啊，老师甲老师报告吼，本来就开始的规划啊，就是你讲讲春天有春天的演出，吼，啊秋天有秋天的演出，由着咱的老师，由着咱的班级啊，来规划像即种的有深度、有内涵的即个旅游的行程，啊带有真丰富的即个知识性，吼，真正就安尼符合讲即个读吼万卷书啊。 行万里路安尼，吼，迄种的吼，哪行走读的那种精神，啊，大声安尼设计啦。不过，真会担心呢，担心讲咱的班级，咱老师会伤过头忝啊，袂啊。吼，所以讲吼，咱是先用秋天呐做试点呐，吼，秋天的即个试落了后啊，吼，试两摆啊看卖，这是咱第二期啊，伫秋天呐来试点。 啊，试落了后啊，大家受欢迎。啊，今仔我真正有信心啦，连好雨天，大家都安尼行到遮有趣味啊。明年我看吼，迄个春天的时阵啊，吼，咱搁来举办。啊，这个举办的时阵啊，要搁来用采发老师，来用咱班上这同学共同啊来规划啊，吼，啊来招着搁较济吼，咱学校的其他班的同学也好，啊是咱的一般的民众，啊会加入咱社区大学这好朋友，啊，就是讲拄仔采发老师讲，咱的社区大学亲朋好友啊，吼。 同齐啊，会当来吼，社区大学读册，来社区大学参加这吼援助的活动，用到咱的骹步，用到吼咱的眼光啊，对着咱吼这同学大家吼来好好啊体会咱的宜兰啊，再一次来熟悉咱的故乡吼。伫遮非常感谢采发老师以及咱的吼社团的遮个朋友吼来规划遮尔好的活动，啊，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感谢。 感谢校长吼，各位同学大家好，我的名叫曾文良，伫教台语好思想，鼓励大家来欣赏传承智慧通分享。传统的七字啊，嘛叫做四句联啊，吼，是咱宜兰歌戏的故乡，上界骄傲的台湾国宝。啊，今仔日在发老师吼安排即场的表演，这是原汁原味的吼。踮遮嘛欢迎大家，借大家的嘴，咱先念一条小步歌，这条是报社区大学的吼。来，社区大学好名声，社区大学好名声，天天校长真拍拼，天天校长真拍拼。 在发老师哪拼命？学生学老甲感谢。学生上课恁都爱认真听。考试100第1名。互相鼓励斗阵行。 将来成功一定赢，一定赢。将来成功一定赢，一定赢。哇，这传统的宜兰腔吼，照着大家的嘴，咱算一个开场吼。小步歌就是简单讲，伊就是极致歌曲，像古早的张帝。 极致歌王安尼，恁现场来社区大学，我都爱编出社区大学的歌出来。这叫做小步。来对我念一遍哦，小步。小步。我甲你拍。我甲你拍。你甲我拍倒转来。你甲我拍倒转来。这叫小拍。小拍。我甲你步，你嘛甲我步倒转来。吼，这就叫小步。
啊，这个褒就是褒奖的意思，欧肉啦吼，啊讲赞美的意思吼，啊小褒歌真厉害呢，因出嘴先歌，你听我念就知吼。来，小褒歌曲台湾宝，小褒歌曲台湾宝，出嘴先歌来小褒。出嘴先歌来小褒，啊，要找这款世界无啊！要找这款世界无啊！大家来学真正好啊，真正好。大家来学真正好啊，真正好。小姑我是台湾人的骄傲。你譬如讲，我今仔日看到你消解的时阵，我拢用7字啊，每一句的上尾一句拢是有押韵的。好，有押韵的迄个7字啊歌吼嘛，叫做白话诗。啊，这是咱台湾的宝贝。我相信有的人可能头一遍听到这个小宝歌。啊，今仔采访老师足有眼光的吼。啊，请阮这阵的老大人，这是台湾的国宝。你看，台湾剩无几个啊。啊，咱搭去遮会使讲是袂输燕山，因为遮有迄个那尾山吼，以早种种侪地，啊，所以bản地歌啊，就是安尼流传出来。所以我加话莫讲伤济吼，啊，我即摆就小解阮的南洋小宝表演团，创新变化要流传，创新变化要流传，需要大家来运转，需要大家来运转。互咱流行通台湾呐，通台湾。互咱流行通台湾呐，通台湾。阮是南洋小宝表演团，啊，这个团其实拢是这台湾国宝。啊，今仔的时间因为短啊吼，啊，咱就简单请陆桂香女士先替咱唱一条歌，做一个开场吼，来，互我声鼓励。校长好，大家好。这个歌歌就是表示讲咱古早人的精神啦。啊，希望恁在座若有兴趣的人吼，来甲阮指教甲批评，感谢。台湾故事古流传，辛苦解发袂流传，子孙代代真啊好困，希望以后好将源。感谢陆桂香阿姨啊吼，来应该叫姊啊啦吼，来姊啊先小坐一下吼。即摆请这两个来小波。好，这个安排吼，其实阮无套着哦。啊，今仔日就随机，你看我安排啥人，因就爱随唱什么歌。这个小歌厉害，就是敢若曹植吼，周实伊一步先歌，伊爱搁行一步，啊，这个老大人伊面，伊听到对方唱完的时阵，伊就爱想讲，真面伫唱的时阵，伊爱想讲，我即马要安怎对过去吼？啊，随爱想歌词，随编出来，爱搁随唱到对嘛吼。啊，咱请我睇连伊的名我都毋知影吼，爱叫伊家己介绍的阿姨啊吼，来。唱一条讲小宝歌，起头的时阵要安怎唱吼？来，互我声鼓励，先爱做一个自我介绍就。我叫做林阿曼，就是万仔囝的万。阮老母是42岁才生我，啊，阮拢总7姊妹啊，我一个阿兄尔。啊，阮老母老爸就是讲啊，都生到42，阮老母42啊，无当家叫做阿万啊，啊，全个万仔囝的万，啊，全做无生安尼。哦，啊，我今日来。请即个咱就是讲，河关大学校长，啊，搁恁社区大学社区大学的，社区大学嘿，大家好，啊，遮个观众啊，大家拢好安尼，我就袂晓讲话，啊，临时抱佛脚的，哦，啊，我即下就是有临时啊咧唱2拍尔啦，我就鼓腰去学迄2拍尔，我唱一个啊，若唱了无好，请大家多多包涵。来，互我声鼓励一下。
这个临时学的，其实我甲讲过一遍尔哦。临时拄着，我连伊的名我甲即嘛嘛还阁袂记咧吼。伊的班是吼尾仔囝啦吼，迄个班仔囝的班吼，尾巴的尾，再一个儿子的子吼，迄叫做阿班的班啦吼。啊，先煞熟悉一个台语字吼，叫阿班啦吼，阿班子啊吼。我甲教过一遍吼，头一条是我甲教，啊第二条是伊原本就甲别人学的。啊，我看到啊歌声遮尔好，啊竟然我随讲随会记哩。古早人就是安尼哦，看到歌伊就随甲记起来，就要唱出来。来，互我声佫讲哦咧，阿班子啊。水银开花是白菜菜哦，叶桃开花是淡落来哦。讲着唱歌是阮上爱哦，早起无食是全工来哦。有影无？摇八宝你看，啊你拢无早点心来请啦。咱早起无食摇较担滴，想要唱歌你看，无食佫全工来。咱讲水金花吼，开花的时阵会白菜菜，伊嘛有紫色的花吼，真水。啊，古早人你看看，因拢毋捌字哦，啊，毋过看到什么花，因就法度唱出来。啊，山顶黏黏有叶桃花吼，叶桃若开花的时阵会安怎？淡落来吼，来叶桃开花淡落来吼。讲到唱歌，我上爱早起无食，专工来唱歌互恁听，是毋是？哎，互我声佫甲鼓励一下。阿班子啊，来第二条佫趣味的吼，小可有一寡色彩吼，啊，咱听无啥会下的吼，耳孔可能爱小读起来。好，来，请开始。这边看见，迄边轮哦，看到安尼啊是红水豚哦。有影无诶？阴暗想要来甲伊困哦。哦，随便招去困啊安尼。搁惊因翁转来顺哦。哎呦喂啊！哎呦，我听着拢加润顺吼，迄人差要行出来甲你讲骹后筋啊啦吼。看到阿娘红水豚，就随讲要下暗甲伊困啊。这古早的小歌歌吼，会真感谢。来，互我声佫鼓励一下，阿班子啊！啊，这种歌吼，啊有当时啊，伫教囡仔的时阵，咱爱小转化啊，小歌歌有趣味，有笑花，啊有的人嘛讲三八歌。毋过三八甲佫有一点仔意思咧，吼啊，我感觉讲三八天通，台语的形容词吼，啊一箍推推，拢有遮尔贴切的迄种形容词。啊，有的人讲台语真臭俗吼，我都毋相信安尼吼。咱讲台语的水需要大家来好好体会啦吼。啊，佫说下来，我就照顺序啦。啊，因两个对播的吼，拄则咱桂香伊啊吼。开始的时阵有一个歌戏调的小队的吼，啊，这其实传统的小歌歌，过过来就变作歌戏，伊会当套曲落去唱。你一条七字啊，伊不管套用什么款的曲，喜怒哀乐拢下表现。啊，其实阮就会甲这个咱传统的歌戏，我嘛做一个新的变化。甚至于连贝多芬的名曲《欢乐颂》哆来咪，啊，咱的迄个桃花贵岛民视新闻，逐工找迄个交响乐，其实迄嘛是上介好的台湾的国歌，吼、啊，我感觉讲遮拢通套落去用吼，啊，因即马就来请恁相会一下吼，来欢迎阿咪啊、阿姨啊吼、阿咪姊啊吼、阿扣啊。阿姊啊，因两个来对播一下，这是用歌戏调落去对唱吼，来，互我声佫鼓励一下。大家好，我们庆幸新会。将阮小酒买来去，来到山林的社区。社区的人真啊欢喜，看恁大家笑眯眯。
木错你来开花嘛人看无，红蝶春夏来晓拼好啊，花边仔你来翕张嘛影绕土，敢若有啊影绕土，花边翕张。花来向东，向就向日方，木错来开花咯，开花嘛对海动啊，人阮一蕊好花啊，掉一心三蕊来红花啊。掉来啦银啊，人阮来看着，我来嘛甘愿啊，含枝来含叶啊，才来掉来呀金啊，是喷啊你来无等啊，在是。为了伊呀，无风啊，你来无摇嘛，花无开呀，等待来三年冬啊落水呀，冬落花心嘛，花鸟开呀。花心啊，花鸟开啊！谢谢。我搁补充一个，我拄拄啊紧张吼，头条迄个念毋对的，凊彩甲念者。其实我是要讲吼，宜兰的故团来，辛苦开发咱爱知，勤俭拍拼为后代。希望子孙好将来。好来，我头拄现报一个啦，无要紧啦，吼，来，这无俩包的吼，搁唱一遍啦，搁甲报一个，来，大声鼓励一个。依然故事故团来，辛苦开花咱爱知，勤俭拍拼团那后代。希望子孙好将来。来，感谢吼，来，请坐。宜兰风景真正好，四界拢真水好佚佗。这个小宝歌曲对传统的小宝歌伫山顶对唱，有当时压低头。地雷啊，因就看到啥物物件，伊就哪编歌。搁数落来，即两个拢是国宝级的吼。一个是五四美魂阿姨啊，来，徛起来，甲大家哀声一下。这叫阿美姨啊啦，吼，来。大家好吼，我是袂晓唱，等下叫我出来吼，我等毋知要唱啥毋知吼。感谢恁大家无弃嫌来甲我听啦。唱着恁嘛爱拍鼓仔，毋着恁嘛爱拍鼓仔啦。爱小歌一下就对啊啦。好啦，唔免惊啦，大家看我知吼。好来，搁刷来是李州阿合阿姨啊，吼来阿合姨啊，今年互你要看卖几岁啊？我83拢有吼，来87岁领啦，吼。来，请坐落来吼。因讲坐落来较好势，你着爱看好吼。你看吼，文良啊，要去带即阵老大人出来，我答应责任偌大，遮尔悬岁数啊，你出来若有一个啥物代志，你敢堪受得起？
透早就爱四界去甲收吼，收来到遮，所以文良阿嘛爱互恁鼓励一下。传统这个小无歌，无人看，无人留到今嘛会使讲，已经绝种啊嘛会使讲。文良强留到今嘛吼，我伫第4代每工的迄个每礼拜的拜四含迄个礼拜暗时啊7点吼，校长夫人吼真用心伊做的节目吼叫做台语播画网吼，每礼拜暗时啊7点加8点有一个台语播画网，希望甲这个网家保护好啦吼，刷来咱就听因原汁原味的吼，唱这个咱传统的小歌歌，唱看因对唱的时阵，现场对唱哦，其实。伊一直咧烦恼啦，讲我著记伫歹，我著记袂起来。你要叫我唱啥，我若脱册看要安怎啦？你甲想讲，若早前字一字的时阵，因的对唱绝对毋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是咱的社会去害着因啦，无甲即个好好保留起来吼，一直互伊对战呢吼。所以我拄则才看到迄个咱校长嘛伫遮吼，周兆才周校长伫遮吼，佫毋是啊吼，我目睭花花的款啊，介有够成的吼，是的，我即摆吼老岁仔目啊吼，所以记忆嘛歹，目色嘛歹啊吼，我超工做安尼吼，你看一个记忆歹讲话佫大字的人，竟然行即条路行10几年，本来较今仔日徛伫台前，敢安尼去绍介咱传统的台湾国宝吼。恁今仔日就欢迎，好声佫鼓励吼，咱请阿美啊、含阿美姨啊来唱一段这个小歌歌，来，请了。大家好哈，讲遐我三抱啦吼，这三抱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吼来抱，毋过等会肯行这80外行袂记吼，我讲。地啊哪挽哪布机，娘啊哪老是哪体时，若要早前啊字，八连歌是免停时啦。结婚不多目歌，天家大只要拖。朋友姊妹啊，都莫笑我，第17岁啊，要会唱歌。我当今年若讲起来，伊较济，我是80桶的吼。咱两个遐我抱一个查甫，一个查某，连你会夹做一阵啊吼。肯家会较袂遐清啦吼，我到即马做查甫的啦吼。连鸟开花连片位，为着水牛啊是路头远，搬山过岭才共地远。来，无要紧啦吼，咱这个阿美姨啊吼，你甲想吼，伊毋是专业的表演者，来，麦克借我，大家听较有啦。毋是专业的表演者，其实伊的歌吼，你若我念伊摕伊的骹网起来吼，画一条手巾啊。你譬如讲，我即摆安尼讲，伊要唱别人的歌，其实伊拢真爱唱别人的歌。我讲，你哪着安尼？我即摆甲伊讲吼，你看伊吼，拄则四句拢记袂起来。来，请徛起来，较好打的，我互你做打吼。来，手巾啊有啥物歌？你唱一个手巾啊歌，你拢用念的袂使啊，爱用唱的嘛吼。好来，手巾啊歌，哦，你凊彩唱，拢爱唱。一条手巾啊。是假话喂，何果若破镜头诶，望袂两人啊，好假老唔通，有头若无尾梢诶。不要，
伊唱别人的歌吼，其实有当时会安尼动顿啊，来请坐请坐，吼，伊徛起来中气嘛足好的对无？声音嘛袂歹对无？对家己无信心吼，这是台湾人，对家己拢无信心。我想嘛需要恁的掌声鼓励啦，来，互我请即摆鼓励一下。我讲一条手，其实我无甲伊抱的哦。阮遐有啥会吼，伊念咪就会唱啥会，咱来看觅。来哈咪啊，这个边呐，这个后边看吼，伊头脑太好呀，啥物歌都有。真诶。春名若袂报，好山好水嘛好佚佗。地灵人杰是好所在，亲像仙境啊伊落来。你看，电话就是讲少话，伊见面如果会晓，你看来地灵人杰哪仙境对无？哦，我实在爱拜三个有吼，我讲我记礼拜，因讲出来的话你看吼。有够水吼，咱这是仙境吼，来的所在拢是遮个拢做仙啊吼，足赞的吼，来，互声鼓励一下，哈咪啊，搁刷落来吼，互恁考啦，恁想着啥，才有啥，莫讲阮套好的嘛吼，恁想一个物件，伊就爱唱迄个物件出来，安尼好无？我毋捌安尼试过吼，因连咪转去吼，牙叉甲烧哦。即摆心内的皮皮错啊，紧张皮皮，面拢红起来，无要紧，下拢无人要出题目的，好来。男女对唱。哦，查甫对唱，这伤简单啊！你毋捌唱无歌，这太简单了。好，嘛，感谢这个题目来，互我声鼓励一下。来，查甫对唱吼，来，咱班题吼，查甫对唱好啊啦，吼，较有一个对唱的迄种感觉，就伊的题目来，哈咪啊先来好无？还是你要先来？好啦。好嘞来。唱看啦。即摆吼唱过大。就你啊当唱啦吼。连鸟开花连变圆，为着水娘啊路头远，路头若远天上定。我为着水娘啊是透暝行啦。喂，爱用唱的啦，即摆念一遍，大家听有啊？连鸟开花，连鸟的开花啊，连片圆啊，为着水娘啊是路头远啊，搁袂记啊。你这条上好听吼，你会上好唱，搁唱一遍。好来。我刚创了，毋对，我头家甲创第二块。好啦。连鸟开花时，连片圆啊，为着水娘啊路头远的，路头若远是天注定，为着水娘啊透暝行哦。泡暝来到遮吼，伊即摆行来到遮，你看阮合意要安怎甲对倒对来，连鸟开花换你啊！先去下厝四五间，正身起好就起好灵，搁你买来着了成。阮娘啊，住伫中间。中迄间呢，嘛虽然顾家己住倒位啊，你看，有意爱着啦，这有对着啦，来，搁互你唱一条。你看伊即摆甲你讲，伊住中间，你要安怎创啊？最近要开花啊，白影影无壁，开花是满山。另外伊讲话啊，爱有影毋通，互骨仔老空行的。你看，骨仔你毋通活老空行哦，讲话爱有影哦。来，换你。
你啊好食粒粒水，巴拉好食鸡尾粿。啊，讲着三宝有遐远，跋山爬岭来共地回。过去娘斗时，爱白交伙时，朋友若嘛坐车哦。啊，我一句好话是无当夹，心肝确实我嘛伫呢哦遐哦，遐有吼。好诶，拢无当夹，心肝确实我嘛伫呢我遐。啊，拢爱讲无听，啊人心肝才会开啦吼。好啦，安尼讲了尽数是啊吼，后面啊要搁来一条。我看你遐头一个好神吼，我无假哦，我无甲好神好神嘛要来唱啦。好神嘛要来唱吼，爱唱一条好神歌。好神歌，外口倒啊的款哦。无啦，伊讲会啦吼，我即摆甲考互你看吼。啊，好神咱无可能做假的对无吼？好神装伊的额头哦，这有录影哦。来，开始。阿婆啊，你今年是几岁？面目亲像青白皮。哎呦喂啊！好一阵好神讲陪你吃过，是啦叶对煞未飞。哎呦，好神陪你吃过啊！你阿婆仔的皮敢若青白仔皮，你知影青白仔吼？啊，外口安尼焦皮皮安尼吼，好神陪你吃过啊！迄个时阵互伊夹断。哦，这敢无值得你来抱啊声吼？来，刷落来吼，原汁原味啊！要食饭啊吼，实在因要表演吼，天光无甲透暗无拢有歌啦吼。搁刷落来是正讲，相补的时阵爱查甫甲查某才有正经的嘛吼。来，晁盖阮的三面川的迄个，你看，伊即摆挡袂牢，你看，我都还袂唱到伊的，哪你要搁叫别人啊？你看，拄则叫你唱，你拢毋唱，啊你即摆因讲要我要唱。哈，想着啊，安尼吼，我实在吼，当你无法度安尼，无互伊唱，安尼要甲我对咧。快啦吼，个人挑战我想着我了。过拍五脚是金手指啊，是啊，下针是拍五支哦。拍尾互娘啊按金去，教娘啊上好食当时哦。啊，搁你袂去的讲，我来反复你一人。甲个反复我欠一项，我无金芒啊拍头章。金芒啊拍头章吼，贵言。我买一买只是落下港啊，手提银票若买金芒哦。买互娘啊拍头章，5月13是落下港啊，若有天边嘛咱两人个，电话喷花较无望，露出金枝线汤。啊，搁你孝心无落下港，要过我娘啊目眶红。无唱歌要对下港吼，伊目眶就红啊。
啊，讲实在吼，是看到即摆时间12点，我若搁互伊唱落吼，啊，恁中昼就免食啦，我来讲。来，刷落来吼，较慢食的我紧吼，多谢恁吼，啊，听到啊，心肝拢烧好起来，来，互我声鼓励一下，这个是我的前船长，来，林天树林船长，啊，伊做过上侪长啦吼，船长、理事长、啊，小组长，啥物长拢做过啊啦吼，啊，这个是因的安娜达吼，牵手，啊，林大玉子阿姨啊吼，啊，这是翁仔某啦吼，啊，唔通骗啦，我安尼点点去。早起10点外吼，来徛较中诶，来，徛较中，讲文良进无正经哩吼。我交代伊10点来吼，啊，伊10点外就来遮看，啊，我出去载老大人也袂转来，啊，看遮无迄个人吼，哦，倒摆徛个铺倒转，啊，搁伫遐种菜，你看，规份书穿甲安尼，一直讲要换啦。我讲，倒位啊看这戏吼，遮尔拄好诶吼。拖落来的啊！咱做餐人，你看规份书，变甲安尼吼，啊头毛、喙手白啊，这真正讲的吼，拢无腻的哦，毋是腻白哦，吼，这是挑工豆的吼。啊，咱即马就听因翁仔某安怎对无？咱这是五红旗吼，啊，伊对所有吼，啊，赛火车，以前有火车。五红旗的歌，所有的歌，因两个翁仔某拢会通对答安尼，对答如流吼，唱倒出来。好，你要徛倒一边，好啦，伊正够经风水吼，来，互我声鼓励一下，你看，安尼这个画面偌水，你敢知吼？来，互我声鼓励。在座各位吼，会使讲真辛苦，专工来遮看比唱几啊条尔，阮专工来。唱歌吼，咱会使讲几日有诶啦。较早我伫带团吼，走50-60年安尼，吼，一项对正人吼，无安尼学都袂煞。若唱啥就搭啥，唱啥搭啥，无安尼袂煞。嘿啦，是啊。啊，拄啊都文言拄啊讲吼，咱遮五红旗吼，你若到五红旗吼，毋免五红旗唱着。伊讲了了数，火车去行在数，我甲这条先甲唱去吼。火车去行在所，看见海水白瀑布。少年有钱是甲娘仔好啊，若无钱就阿娘仔来看无。啊，有影安尼，无钱你就共看无安尼。对咯，少年有钱，甲娘仔老老卖啊。老看少卖，啊你不要讲钱，啊，讲啊你的人上。外口的查某唔通凊彩后便当啦，你讲爱你的钱吼，唔通凊彩。无钱甲你多歹命，啊衫裤款款嘛随人行。哎呦！你无生你也毋正行，我讲的话你毋听。会啦，我会听啦，我会听啦。过去我某是当毋肯，毋是天数啊做无正。寄我一人啊，互你用啊，我叫啊看是我顶梁。哎呦，强要哭啊！你看啊，你哭条啊，搁出来啊，你啊！哎呦，真厉害！自己我囝无爱看，等着恁厝讲偌济做，放某放囝嘛也不倒。我查甫人拢无效啦，多钱人无人爱。你遮嘛查甫甲查某。有啊，我即嘛有钱，这边万过，迄边客哦，我看着阿娘仔头咧咧，阮领白衫是要互你洗啊，毋知甲
工钱是使偌济？偌济啦，啊，阮衫裤要花洗，赶紧倒转去摕。我来听，我来听。你若无嫌我袂晓洗，甲我洗衫嘛无问题。我要退衫互伊洗啊！真正有影真大，哦，你看做事做甲安尼，啊，工钱咱毋知爱偌济，安尼互你小洗，下顿就要洗啊吼。拄仔你分享讲，阮着住大溪只五球啦，我唱五支歌啦吼。先脚行到五旗顶，五旗对坐是两粒饼。阿娘啊，三婆若遐任性啊，头条互你唱大声。歹势吼，啊，这有诶人听着，敢若足介叫诶吼。啊，毋过吼，你甲看吼，阮遮吼，你甲放过迄边山是五凤旗吼，这个大家拢知吼。啊，毋过搁过来，你甲看球场遐吼，迄粒山吼，就拄则伊讲诶啊，迄是晋升迄道啦。啊，我著歹势讲出来吼。啊，毋是超工唱迄道诶。啊，毋过因这去对唱诶时阵，有当时啊，著头工伫指查某囡仔迄道。啊，嘛有在地的山，这无解说恁讲，哦，这个查甫人安尼遮粗鲁安尼吼。啊，毋过因的即种对唱吼，有当时啊，你考试的时阵嘛，即种物件会出来吼。啊，所以因用甲真水贵啦吼。啊，这无解说可能大家会误会。啊，所以互我先鼓励一下吼。来，谢谢。安尼好啊，啊，毋好啊啦，我歹势见笑，我当无爱唱啊。啊，毋过低头含迄个。梨仔就也袂伫，你看，叫你莫唱迄，你就要唱迄啊！我即马毋知要安怎唱。好啦，啊，阮天使伯也讲，啊，伊毋敢唱，我查甫的较在胆啦，我阁唱几条啦，吼，来。即个唱歌我紧过日嘛有唱袂了啦，安那着，咱吼即久啊12点多啊，吼，恁倒会晓啊，要无我阁唱一条啦。哦，拄啊，你有这唱歌，你吼。火车去行在所，咱宜安县火车就伫遐大城来。哦，要往这边我唱条倒来。要免通车进前所是头一站啦。嘿啦，伊就无通车以上无全省每一站我都有法跳通唱。啊。对于所罗东、大溪，一直唱到台北的迄个松山下口去吼。哦，少年线拢有歌。啊，船长伯啊，你要唱到几点啊？6点会赴哦。啊？10点。6点啊？6点天黑啊会赴。无要紧啦，你说你若无买哦，你头摆食，我就是唱到多安嘛嘿啦。我问伊6点讲会赴啊袂吼，伊讲啊无要紧啦，到6点嘛才6点钟尔。哦，小等者就有啊吼。真正要唱到6点哦。嘿啦，无啊，无搁唱掉落啦。哦，好，我一条。一条我咱宜安这条火车。这个吼，我甲唱这代志干，这火车咱宜安县就是代理，咱宜安县了。过过就啥就得关啊，对吼。是，哦，唱到宜兰尾啊，安尼就好啊啦。哦，这好来，头声，回家。哎哟，这嘛爱讲一下了。我早起本来招伊招袂行，你看酷酷啥？啊，我声音遮歹，你叫我去哪有开？啊，分量毋通安尼吼。实在有当时啊，即个组合上吼，啊，咱要请即阵老伙仔出来，这是台湾国宝，真正无简单，吼，爱用着真济苦心，啊，甲天公伯啊斗帮忙，吼，来，互我声鼓励。火车去行代理干，2条铁轨是头宜兰。1800多网摊落阮某来迎南山。你看，台湾人看外拍拼，啊，伊即摆你看，
你毋是讲我爱笑啊？喂，时间到啊啦，12点啊，你拄则说甲我讲12点，啊，搁听一条，啊，无法度啊。走卡经啊，走卡一杯嘛真无用。哎呦，无用喂。我囝困点钟啊，双手牵困啊马入房间。哎呦！啊，就较无用你指挥啊，吼，讲啊，念咪囡仔困点钟，吼，双手牵鼓才入房间啦，啊，要做啥物代志啊？今仔日咧吼，伊遐搁伫讲啊，娘啊洗碗我无用吼，我若无互伊唱吼，连伊搁甲我点骹水，我点骹水就互伊点到乌青啦。我讲3分半你就出。好啦，因某你甲动啊啦，别搁点啦。喂，八只好戏啊，在山标啊，八滚八笑啦，在地了啊。只是有滚有牛是通啊笑啊，笑到过头是大家毋知枵诶。大家拢毋知啊，要搁介绍啦。我有碗地才有。喂，好当店啊啦，你搁要来？碗地卡，10斤挽牛嘛只斤4卡，8斤10支嘛无穿差。哇，搁要挽地开始啊吼啊！你看中头爱泡茶，伊就随讲要挽地，互恁啉去看，看偌大心啦吼！啊，台语芬芳好气味，来照恁的喙哦吼！台语芬芳好气味，台语芬芳好气味，技巧运用健脑力，技巧运用健脑力，转化美丽水歌诗，转化美丽水歌诗，传唱千年甲万年，传唱千年甲万年。台语的水吼。关关家家长辈因，啊，要讲吼3字讲袂透。啊，我自开始收集这个小歌歌，我嘛感觉讲对袂晓讲话开始学。吼，以早我住台北住20-30年，国小就去台北去遐住，啊，台北就拢无伫讲咱的母语吼，啊，已经失掉这个讲话能力，啊，毋过慢慢啊。捡到咱即个台湾的国宝了后，事业嘛办大做。我厝内面伫做囡仔衫的工厂，七哥恁房的当总吼。啊，有当时拢放互某囝伫饲我，啊，我来顾即阵老花啊。啊，有当时啊，连油钱都无，都爱搁去载安尼吼。烦恼甲头毛拢白去吼。啊，今仔日会徛伫遮啊。今仔日咱要教囡仔的物件，绝对毋是今仔这滚算就拍拉凉。我嘛真用心推宜兰歌，最近有伫准备要送出一个迄个宜兰亲像一首歌。这首歌是大家伫写的歌，咱从古早写到今。因唱的歌，恁写的歌，恁大家伫过日子的记的歌，阮拢替恁家记落来。这是三民社区，吼啊，阮。有一个社区的守望相助队，嘛有资源回收队，吼啊，这个传统的七字啊，你通用做长寿诗，吼，三民守望相助队站，吼，这是民间的力量，你听我念哦，吼，第一字伊是三民守望相助队站，吼，爱对我念哦，来，三民社区巡守队。民间力量大发挥，守护家园无漏气，望咱的社区搁较水，啊，我袂记哩啊，要安怎？三民守望相吼，相信大家爱相随。相信大家爱相随。阮来讲相信，恁讲相信吼。啊，这古早宜兰腔正港是相信。
吼，啊有诶老员的因就会安尼讲，啊毋过即摆拢对电视腔吼，拢变相信，咱是咱赢边缘，啊因讲咱用边缘吼，这是正港的宜兰腔吼。啊，若有机会再请遮个士大人甲指导人吼，相助嘛吼，助人助己，袂吃亏。助人助己，袂吃亏。你帮助别人，佮帮助家己，我嘛是互因帮助。我今仔日有法度徛伫遮，甲即个小歌歌介绍互大家吼。相助队员团结来发挥。队员团结来发挥。赞声赞力，赞声赞力。赞声赞力。袂记哩啊，要安怎？爱用唱会好啊啦吼，来，三面守望相助队，民间力量大发挥，守护家园无流开，万咱社区国较水，相信大家爱相随，助人助己袂吃亏。队员团结，真正记哩袂记哩啊吼！啊，真久毋捌用啊，因为最近拢伫筹备迄个CD 的代志吼。我嘛希望讲，我是安怎跳工，我爱甲唱活活，即个歌等待你来写。古早即个文字的游戏，即摆你教囡仔的时阵吼，因随时都有法度吸收了后，运用搁创造出来。吼这是我真希望讲，每一个人会当经由恁的手写一条我还未完成的歌。吼，你会感觉讲，咱的社区是爱守望相助嘛。吼你爱帮助我，我嘛爱帮助你。今仔日真感谢恁还这个机会来遮表演。毋过这条歌还未唱完。希望恁大家来甲伊唱好完。伫网络顶管你他找我的名曾文良，内底有真侪影片，有真侪写咱宜兰土地人民遮感人的故事，嘛有咱的生命真宝贵，嘛有侪每一个地区的迄个无共的七字四句联拢伫内底。希望恁找庄文龙，就会当找着我的网站，叫做欢喜小宝学台语。大家学甲真欢喜，唔知影有影啦。我这吼空嘴布置吼，来，今仔日来遮真欢喜，看到大家笑眯眯，逐工唱歌真趣味，互咱健康食饱字啊，食饱字。互咱健康食饱字啊，食饱字。活到120岁吼，食饱爱甲字的啊，260哦吼。今仔日来遮吼，招待不周的所在遮多多包涵。来，咱所有的咱杨小宝表演团，来，我搁念一遍阮的团歌啦吼。来，咱杨小宝表演团。创新变化要流传，需要大家来运转，互咱流行通台湾啊，通台湾，要吃饭啊吼，爱运动哦，肩胛头照我一下吼，来，小宝歌曲台湾宝。小宝歌曲台湾宝，出嘴先歌来小宝，要找这款世界无啊，大家来学真正好啊，真正好，感谢大家努力，谢谢。感谢文龙老师率领这个小波歌队这一曲都是我们的献法，嘛是咱的国宝真感谢。但是我
也不希望给大家一个很沉重的一个任务啊，我们包了欣赏。如果大家真的很有意义的话，我们就拜托可以到社大来开课也不错。那我们现在如果微博的一些小小那个礼金哦，我们就拜托我们队长代表是让那个给村长还是那个文龙老师。村长伯啦，好啊，来吼，来，咱请队长起来好来吼。这指甲对，安尼刚好，伊讲唔好啦，歹势啦。哎，微薄的一点点意思哈。来，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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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等一下，如果有同学要跟这些耆老的国宝合照的话，我们就到台上好不好？好了，那个校长请一致上去哈，他先举起来合照，我们就发便当。好，感谢大家哈。那个有几个代表我们班上的同学哦，全部上去了，全部上去了。全部拢起来。慢就来。移驾一下。快点，这样。哎，动作快点好不好？拜托，没有进来，进来。起来，拜托。校长啊，阮低头含那个梨啊，还袂唱着呢。那个各位，哎，我要点名呢。校长，阮低头含梨啊，还袂唱着，再搁安排机会来表演一下吼，感谢。阿文姊啊，来，请坐。来个主人，我紧啊，我紧我那就好。来各位。哦，来，咱站来站啦，吼，来站啦，站，有无关站。好，谢谢。变装去咯。刚进不简单，不简单，这家好，这家好，啊，这家那个处理，对吧？好玩哦，
三面大尾湖，后尾是大溪遐，大溪较市区点，市区白象滩，拢是我近这个大溪，因为伊比宜山搁较济，伊有万地，宜山遐地区较大像遮，所以我近遮嘛，做点万地，采茶歌，对，万地歌、小歌歌就落，慢慢改制变做歌段，就好听个。来啦，遮坐当地用者。无啦，无你是遮。来来，我咱简单吃食点便当啦。好不好？大家要搁唱是吧？哦。啊，大家要搁算到。好啦，你若无够开，搁来互你唱。去即个唱到咯，无分啊啦，无去是袂去。袂啦，还佫有机会。来，阿姨啊，来遮坐。你先叫。下面。不好。我唱一工嘛，唱对啦。少年敢有这？你尾才有咧唱。少年你敢有这？少年啊，哈巴才有学啦，恁少年拢无。我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我那小孩子听的。很早在家嘛。这种东西我觉得。上海卡拉 OK 这边歌唱班。班照的。就这种东西，那个石观音的那个手那边我们班自己来呀，那个观音手是那种香港，对啊，他们那个叫什么？就在部门那个部门。红色在部门。红毛啊，哎，不然不然。老师，原章下去看原章。原章啊。有号都有9号，9号。9号，咱的课程呢都有效。啊，你9号。可以啊，听。我这食便当，我这进去来买者哦。好。或者你搁下好啦。好啦。好。
好，我来。感谢吼，恁今日辛苦。对啊，你莫辛苦。你的宗教啊？可以看到，电视看到。做了有各个所在再多指教。不用可以。好，感谢。我较无先经一条，我甲迄个比讲有啥知影？依然亲像一首歌，无，迄是另外迄个谢国乐先生我甲伊有去配合去做这个歌。伊家己创造的歌，创造的歌。林采杰，嘿，林采杰，就是后礼拜开始伊个光荣节去龙剧，要求披萨遐个周杰伦同时的方文山，感觉讲，阮就是家己嘛无，毋过网络顶端用 FB 的说法，大家看到遮尔有心去写这个宜兰歌，大概做一地无跳，本身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很有那种画面。黄文山建议开做微电影。一方面推销咱宜兰，拢是写咱宜兰的水，就是有迄个机构。你讲，你讲恁是要拍微电影？这礼拜是微电影可能12月。这礼拜是一种迄种花生音，赶快去演花生音。不是到录音室，直接在外面这样。他要现场那种感觉。那将来或许有机会会进录音室，讲先制作一下，初步的先做了。那蜂巢3个近代要发行一个文章。所以我感觉讲，民工有对道上共同去完成这个事情。我倒是来做个了解，就拢我唱啥？因为条歌叫《夜市家困苦头》，
很有趣。真侪故事啊，嘛有迄个苏妈祖嘛有介绍者，咱嘛有介绍苏妈，真侪故事，嘛有大家阿妈，阿妈相拜，对阿妈大家阿妈。鱼霜哪一边啊？小波鱼霜也不哩食鱼霜倒位？满水鸡拢有。啊无鱼呢？鱼霜嘛，我有甲丢落来当，挂在连个生丢丢啦。我在哪家？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阿妈来的，加厚嘞，那不要紧。女人秘密，也只是秘密。会袂袂死。65以上了，然后像阮100块的车钱，你个10块的车钱，你赚不到啦。更爽，我干嘛赚几件？啊不，就刚刚没有看我水还得换，我换你的年纪以后。这类是差别老师实在发生，真有名的，这人作者。较无聊。那可以去啦，要快去上班啊！不是，有人个老袂歹，但是贵有人个老会有空档来参加这个啊！谢，班上的红旗啊！没有4季都要，先春秋2季，又是延伸。谢谢啊，好，谢谢。那不要，然后你完全就对啊，简单的2季，谢谢，拜拜。安尼好，变成很欢喜的。我来讲，阿姨，等下交我未？好下呀。这不一样的那个变换，不一样的。这个网络上面啊，荧幕上面啊，哇，好多那个片可以看。对啊，对啊，而且那个哦，我挖的这一套那个啊，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内容比较属于没办法看到，就是它那个金扣是绕境他在处理个案。对啊。我这个真的是都没看过了，那个案那个对话真的，他有人开那样的实录，昨天晚上就给他看了。哦，那上哪个？那个对弄的。路上面你就
这是吟诗调呢，传统的吟诗调。对，七字那个吟诗调，像七言绝句的那个出口成章的要做。华语那些嘛，有了安尼吟诗的是嘛，我有讲过，还有很多，我觉得应该结合你的那个。国日再对不经济，要结合生活。反正就是随时拢我都安尼叫，啊咱这个情形啊，都我都安尼念，啊就无简单啊，嘿啊，我即摆人无落，拢爱首先拢爱写课来，嘿，我写课安尼念就要念袂出来，嘿啊。我今年头一条足紧张啊！我是讲，阮这单位吼，拢无读什么册个吼，啊是讲恁拢大家拢学问足悬的吼，见面听出来，啊就感觉讲足紧张的，啊就念一个都袂记啊。啊，比阮较实在啦，我念啊，咱你想要念啥都唔知，你要念啥都唔知咧。我拢真会安尼哦，随时都我都安尼，想要讲啥就讲啥咧。刚到着了，就开始一直源源不断的一直有啊，吼。恁自己早就拢安尼安有定来你安尼唱。啊，恁来讲，像安尼唱两条啊吼，啊，就讲安尼较自在，较袂紧张，啊，开始就头壳就拢规工嘛拢有就对啦。啊，对是吼，伊名迄个80外，伊讲会相亲，啊，我就在唱一条诗歌啊，怎会相亲？啊，什么什么时代关系，啊，什么什么。你有唱罗马调？有时间啊。哦，走。哎嘛，哎呀，一本的，真的不错，一本的来，谢谢，买一方面多多看一下。那马上唱歌呢吼，恁家马上要唱歌就，吼，来这家。我是做足侪会啊。你也晓，哦，所以呢嘛，我上不管来就啥拢会晓的，我要念的，要唱的，要，那个是啦，就是就白安尼。韵典。我突然就讲，啊，手爱闭起来，水就水就闭起来。我有去帮侬电话跑步的韵典。这他们比的那个架势上。等下大家等于还是到最后就是有找到需求。好，他将对大学进行变动的讲。慢慢三波一条来掉，一起刮一条，一小波过来啊。他也是从那个很多的那个东西，还是机有很多。所以打刮一个小波，受不了那个贵。加那个手势，然后来再把服装加上去，那么看不看？然后就变成主，员工他刚最多啊，这一啊，第一大部大家拢无去哦，来年的影响着我来比赛迄个传统的第一甲杀到，第一到时个人给我迄种的来讲杀到，我做了唔对，按时间。古早人哦，较早人的，啊，就是讲家己团团安尼。啊，无你讲唱歌，你讲有哦，即摆现代讲哦，我电视啦，什么会啦，拢迄个歌星，声音拢足好。我也嘛是已经开始就变调，无共款，我古早歌啊，迄个嘿啊，迄个是无共款。啊，伊迄个有声音，人伊迄专业，迄个声音拢足好的，啊，搁来讲话咧，气候是的。啊，我来遮就是讲安尼，啊，青菜像迄豆花啊，有啊，做。咱弄录音的，也无讲讲叫伊个，嘛我拢录音的啊。啊，我录音的，就是讲现场。有爱有拢就每个去到唱歌可以录音的话，迄个迄个关于的兴趣。对，你想我把他的名字挂在网络上，会他就是纯粹就是上歌，对成就感，然后回去一定唱给妈妈听。阿嬷说，对，所以叫做他们亲戚生就这样互动。我是感觉讲，最近是较无联络，我少。后来也有打进去，你讲我那讲，游戏班是看那一些然后怎么去变。啊，佢要唱，佢要舞，佢要跳来跳去，哦，够厉害了。打下来，我从这边跳，那边跳过来，边跳去外头，哦，啊，个豆电椅啊。这个有，绿色，有，后面是后台的，爱绿色的，对，绿色要那个不是，你管，没有，水咖啦，哎呀，我有注意啊，我
那个传统的歌戏哦，真的好看，还是好看，那真的是功夫嘞，功夫。迄嘛是爱有学过啊，你手的时毋是敢若讲红白着点啊手尔咧，迄个手甲骹嘛是拢爱过啊。伊在我歌啊，跳你顶管了，我唱落来。对啊，嘿啊，所以人伫迄落啊对的时，咱着爱搁比一个时，嘿啊，敢若逐个调安停停甲手起。对啊，你在倒啊，我着特别去顶管。印度好像啊，那种生活歌也是一种生活教育。斗艺他们太尴尬，好，公开。哎，那你们明天礼拜一还会上课吗？对啊。好，起起伏伏变弄，进步了。是的，我家己知，歹势我等下你讲话，咱正帮开讲者啦。你迄菜惊黏腻的款。开始搅拌，小等一下，我是要怎么来？下次再不来，现在我韵典，你可以先寄在那边网络留言，啊，我再寄过去，要不然我的资料，看有需要什么，你办活动，马上订个，然后他可以最多分明去想。我会很想说，是刚好他们有这个，对呀，你如果平常是没看到这个，大人都喜欢，小朋友更喜欢。好，他的电话，弄前那个，老师多拉一点3年上，你想不出来也可以呀。纯粹讲的这个就可以体验，而且比较体验好，我讲你那只，我说了，急转3个，你国际之南哈，海角7号的主题，多少名歌？根本跟妻子没有关系，他的歌词都是半天的时间要来个圣公登对枪，他进来他就从其中去找一段老师国际之南这段我把它唱起来，这个我讲这囡仔调我会出来啊，我感觉进攻加着这个，这是啊。我是在做歌啦，不要去上学。就希望有进者，我一个单调，我若无做，我一直感觉咱关的嘛，进者老师嘛，无这个调，我就感觉你总是爱讲嘛，阮志愿老师，你看我无？可以介绍的吧？人武方面去小琉球一般来讲我太忙了。对呀，至少我知道他们是宝贝。他将来有机会，像重点新的，我们再集中一些。导览的嘛，他就说那是专业导览，他是生态的，生态的。哎呀，他们是讲导览，然后还有一个亲切，好简单。可是我就是一个会议哦。我觉得上面叫什么沙滩那里，那个小沙滩。无所不歌哎，他们看到最近比那个最近啊，你极致的，这是3班楼嘛，3班，3班楼啊，3班楼啊，啊，没有第一岗嘛？哦，对，有旁边有第一岗，有啊，有。你那这刚刚去有没有啊？这条花线啦，你是不是看到大爷嘞？我就干嘛湾啦？干嘛湾啦？你说威尼斯海岸，威尼斯海岸。没有来，干嘛湾啦？干嘛湾啦？干嘛湾就是3班湾啦。对。因为世界各地，新加坡，我们从旁边了解一下。所以你看国语跟台语有然后甚至像我那时候编英文居然跟我编的也是压力。没有想到说他那边的人文居然这么好玩，真的麻烦老师。我感觉很有话题性，需要大家来。老师有机会真的，有机会。我感觉讲，我刚刚就推这个
不断去参讲，把这个所有的教，今仔是采访老师好教授，这个机会咱再讲讲较深，无以前大家拢嘛是无爱台语进士。农历过年，我是没吃完了，那个时候。你妈没开始啊？啊，你开始哇，属于唐朝的那个唐诗三百首，我以前没有办法，都要靠台语的凭证没有办法传承回去。那你原本他就是中原，他对是安怎要甲放下？这个是提供些家己嘛是安尼。那个看什么菜？有菜，有麻菜籽，有麻菜籽，楼皮，啊，一个人养鸡血，啊，这个嘛，那个红土，那个红土，哎，东川，白的，那个人要改来那个那个风景照来的，对。那个，免背，我们去的不是那个摄影队，因为他摄影队是因为套炸起来，这样那看下，他们去那边吼，咱是去安尼看一下，洗礼一下，那个洗澡看一下，伊那摄影。